哎，不是英子，玩玩差不多了吧？这个玩玩就学习了吧？是不是？哎呦，这会儿还学什么呀？马上高考了，那会的就会，不会就不会了。去玩去吧，英子啊，照顾好大家啊！冰箱里有饮料，马上给大伙。对，让孩子们放松一下。哎，洋洋，和小朋友们玩去吧啊！什么叫小朋友？你还当我们7、8岁呢？走，小朋友。送他们下去啊！哎，文姐，我正好酱了点那个牛肉，我待会儿拿上来。哎，好，还有这手艺呢。喝口水去。行了，我觉得可以下一波了。下这边也太晚方了。圆，把这个方圆，哎，不，这个电影是描述哪个国家的？未来世界还真是不太清楚是哪个国家，不分国家吧？为了活下去，杀掉其他人，传递什么观念呀？你看，还在这个电视节目上播，导向很不好啊，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。这不是电视节目上播，这是我们自己放的，在那视频网站上的。乔伟东，你长本事了呀？啊，现在还给教训我了？怎么的了？这两口子嘛，这难免说话有点过，理解一下啊。谁跟你两口子呀？蹬鼻子上。这马上不复婚了吗？复婚以后不就两口子？哎呦，什么意思呀？这是要求复合呀？复合了？哎呀，你讨厌死了！是不是？谁让我听见了呢？我跟你讲啊，你要是想假戏真做，我可不跟你演到底啊！你们这不配合挺好的吗？再说了，你要是不配合，这露了馅儿让姑娘知道了，那孩子多伤心啊！你就会拿闺女来吓唬我。我告诉你，现在英子好了，你吓唬不着我了。高考完了，你赶紧给我撤。我不撤啊？什么？谁撤？别管你，文姐，哎，蓉蓉，哎呦，现在真好看呀！好，给我妈打了个电话。哎，这是女主角。哎，你们俩别看了，这饭都快好了，别看了。好嘞。我说你们别看了，方圆，哎，能不能别看了？啊，这知道，我们这晚上看完了，就看这一点。这孩子们全随爹，我跟你说，都跟没长大似的。哎呀，真是都这样。英子相对成熟也是随我的。你拉倒吧。能不能吃饭了？饺子都要好了。知道你们弄完了我们就来了，马上就找遥控器没找着。你瞧他，这俩小孩。哎，老季，你这样，你说两句呗。行，那我就说两句。说两句。这个呢，谢谢圆圆一家啊，谢谢卫东一家。哎呀，这一年呢，多谢你们的帮助啊！下周呢，我就到中海上任了啊。缘分呢，让我和圆圆这个老同学又再次相逢啊，也巧就租了宋老师的房子，孩子们都成了同学，都成了好朋友。这一年我们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就是刘静的身体啊。在这里呢，我代表。你这做报告呢，大家的手都不去算。来，身体健康啊！谢谢。我也说两句。哎，少说两句。你坐，我就说两句啊。第一句啊，一家人在一起太幸福了。是。第二句，我想有个金牙。你说什么呢？我想，来，那什么，干脆，我的天哪，啊，我凑上了，我也起个哄吧，我就说一句，好吧，就祝咱们的这些孩子们啊，祝他们这个，哎呀，这是一句话还说不完，说不清楚啊。祝他们高考顺利吧！好，高考来，咱们都高考顺利，都高考顺利！来，不够还有啊，都是我爸买的，尽情喝。来，我来。哎，谁啊？桃子吧？啊，他来了。哎，洋洋进来了，都在呢。哎，这是桃子。你大晚上把我叫来干嘛呀？我都要睡了。来了哟，什么路子呀？这是。这个不像是要考试的人，这可是想考完的。你们都不紧张吗？来，我们转站吧，坐那儿舒服啊。走。紧张也是白紧张，所以大家今天就都不学了。放松一下，放松。吃喝，英子，
你爸给你装修的也太公主范儿了吧？啊，欢迎大家来到公主坟儿。公主坟儿。哎，来，谢谢。哎，不是，你爸妈怎么不管你啊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咱们今天每个人都是桃子啊，然后呢，大家父母都不管，自由自在。咋你我？你有病吧？人家桃子可不像你，哪壶不开提哪壶。桃子别理他。桃子，亲爱的桃，我错了。谁亲爱的呀？是，我不是。那个，这不有人事吗？洋洋，上。怎么了？看他。你有本事你自己上啊！人家可比你帅多了，懦夫。这我承认，我确实打不过季洋洋。我呢，欺负女孩是我的专长啊。这样，我以后呢就叫伊凡诺夫。伊凡诺夫，表哥，你这像一俄国名儿。这就是像俄国人的名字嘛。哎，这样，咱每个人给自己起一名字，就像外国人的。你看，像我这伊凡诺夫，像乔英子就是大嘴英子。我嘴哪儿大了？大吗？啊！我都看见你胃了。哎呀，晚上吃饺子吧啊，3000的吧。吓人吓人。啊，我也给你起个名字好了。你不是爱开车吗？那你就叫杨司机。这也是一个俄国名。俄国名。那磊儿就叫 Forest Gump。什么玩意儿？阿甘啊，森林的林 ，Forest F-O-R-E-S-T。大哥，你行不行啊 ？F-O-R-E-S-T， 少了一个 R， 没文化。我早就想到了，你看啊，林磊 R 补个 R 不就完了吗？哇塞，可以啊，表哥，你都会埋伏笔了。我以后就叫这名字 ，Forest Gump， 还挺好听的。不是磊儿，你傻呀？这就是个傻子的名儿。哎，这就傻子了。哎。喂，老妈。喂，桃子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英子家玩呢。怎么了？啊，那妈妈给你说个好消息啊！你说。妈妈跟爸爸下周就回国了。真的？这么快？真的呀，我们回去陪你高考。真的？陪我高考？啊！哇塞，爱你们呀！那你要乖啊！好啊，你放心吧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耶！不是，慢点，怎么了？不是，我爸妈要回来陪我考试了。真的？真的。你爸爸妈妈真好，有我们陪着你呢。其实我们这几个里面，我表哥是最幸福的。不，我哪幸福？学习又不好，一点都不幸福。因为你有最完整的家庭，小姨、小姨夫那么爱你。你看我们这里面这几个，洋洋的妈妈现在还生病呢，她从小也是跟姥姥姥爷长大的。桃子的父母一直在非洲，她是跟着她舅舅，也就是潘老师长大的。英子的父母也离异了，我就等于没有爸爸妈妈。而且自从我来了北京之后，我爸就没怎么联系过我。所以表哥，你真的是我们这里面最幸福的。虽然你的成绩不是最好的，但你有最完整的家庭。幸福和成绩真的没关系。哎，这谁啊？谁啊？这么晚？王一迪，我约的。啊，你约那田玉晶干嘛呀？因为这里面就我没女朋友了。不，你等会儿，我澄清一下，我没有女朋友，英子不是我女朋友。我跟桃子也没关系啊。但王一迪是我女朋友。不，你等会儿，你已经把那田玉晶搞定了？嗯，我还给她起个特别好听的泰国名字，叫萨瓦迪卡。没有，其实是我又饿了，点的泰餐，我拿过来给你们一起吃。萨瓦迪卡，你点的餐，卡坤卡，卡崩卡，卡坤卡普，谢谢卡。哎，伟啊，你把你刚才放的那个什么的游戏再放一下。哦，那饥饿游戏是吧？对，先把前面再看了是吧？挺好看的。小乔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喝成那个。对，喝那么多酒。行，你干嘛？没到喝庆功酒的时候呢。喝点茶吧。好，谢谢。你赶快
歇着呢，你别。没事哎姐，你别弄了，你别再闪着，你就别再闪着，我。行行行，你擦。哎，这蒜我也给你搁这儿了。行，你搁这儿甭管了。这边还有什么干的？哎，甭管，哎，你甭管，你甭管。你坐着，你坐着看，你跟他。那我就先回去了，我还得回去收拾行李呢。行，那我陪你，我也回去了。你不看了？回头我把这发给你，这哦，行，好嘞，行，哎，手机别忘了。手机，再见。哎，好，走了啊。哎，咱们临走之前肯定还能碰上呢，咱们。哎，下回去我们家去一次吧，好不好？可以，在你们家，慢点啊。哎，好嘞，好，就这样啊。哎，好，微信，谢谢，拜拜，别客气，拜。你去看看乔卫东是不是喝多了？啊？你甭管了，我弄了。喝多了。朋友，是不是喝多了？朋友啊，朋友。好气儿好，喝多了，一直冲我眨眼，以为自己还在大学时代。怎么着，哥们儿，喝多了？我想好了，想好什么了？今天晚上把宋茜拿下。什么意思？你要把宋茜拿下，什么意思？刚才我给他递了几个眼神儿，根据我以前追他的经验，没有表示完全的拒绝，那就是欢迎。我都想好了，我先装醉，然后不用装醉，然后再酒壮怂人胆，我一举拿下英宝。哎，你别喊什么你。怎么了？乔卫东。哎呀，喝多了。真喝多了，喝多了回家，你给他弄回去吧。哎，你行不行啊？行，没事。回家，回家。我送你回去，老乔，醒醒。啊，没觉得喝太多。哎呀，他刚才干了几杯，有点猛啊。哎，喝。来，你去扶着一点。啊，我这扶着呢，我知道。来，把鞋先换了啊。慢点啊！慢点啊！要不不用我下去啊？不用我下去啊？没事。行嘞，慢点啊！慢点啊！你俩搞什么名堂？什么搞什么名堂？你说搞什么名堂？哦，你这个，哎，喝多了。刚才跟我这唠叨说，打算今天晚上要醉鸡夺英宝，勇闯夺命岛。什么东西啊？不是，就是他打算今天晚上把宋茜、宋老师给拿下，知道吧？吹响他复婚的冲锋的号角。那不行，那我得告诉宋老师去啊！那他这是犯罪犯法。你怎么知道人宋老师不愿意啊？我当然知道，他亲口跟我说他不愿意、不喜欢。女孩说不愿意、不喜欢、不要，那都没准是愿意、喜欢、要的意思，知道吧？真的，人家夫妻那么多年，曾经是不是？人家自己会把握的，你就别瞎掺和了。我讲劝和不劝分，知道吗？行吧。行吧，那我给方一凡打个电话，让他跟磊儿回来了。几点了？你别给他打电话，你打电话不给捣乱吗？你就给方一凡打电话。我给方一凡打电话有什么捣乱的呀？你怎么没弄懂啊？你现在把方一凡叫过来了，那乔英子不是也回家了吗？乔英子回了家，那乔东那不就捣乱吗？你坏死了！不坏死了，这是正常，你想象能想象出来的呀。因为再者说了，这我不坏哪来的方一凡呀？对不对？哪来的是小宝宝？是不是？是不是宝贝？你给我倒杯水，累死了。先服一口汤，你别累了。其实北京包饺子张罗这么大局，知道吗？哎呀，慢点啊。好。哎，你怎么起来了你？行不行？什么呀？哎，你怎么还把裤子给脱了呀？脱了。拍什么呀？看一下我们俩春宵一刻。看你什么样子，让英子看见了。哎呀，美，好，哎呀，好。哎呀，过去，你好，你看看你，小孩，躺床上了，这不好啊！好吧，别废话，快，我就不躺了。快点，别废话了。这你的床，哎，那要躺一起躺，一起躺。
都躺着。干什么？我干什么呀你？我今儿要把你拿下。拿下谁呀你？想得美！一娶我夺下英宝。废话。哎呦。哎呀。你说的没错，我心里是有松气，是有。我真是做梦也没想到，还会有这么一天，这样来面对着你。邱海东，你知道这些年我有多恨你，我都快不记得我年轻时候有多爱过你。说你怎么就可以走得那么干脆呀？我不知道你那事儿到底是真是假。你以为我希望它是真的呀？我知道我这个人作，我这人矫情，你就不能多哄我几句？我不就是缺点安全感吗？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，我看你跟英子在屋里转来转去的，我真特恍惚。我觉得，仿佛过去的日子又回来了。干嘛这么闹啊？你说当初你要不闹那么一出，咱一家不是还是好好的呀？跟别人家一样，一家三口在一起和和美美的，多好啊！都是因为你，你干嘛非这么闹一出啊？你以为我想跟你离婚啊？你这个混蛋！
我这怎么什么都看不见啊？磊儿，你帮我看是不是出问题了？啊？哎，我看着怎么弄的？你盖儿都没开。哦，山炮。打死你！哎，你看，我要不知道的话，我还以为今儿是正月15呢。人家又挂灯笼呢。你看这帮人穿着短袖过春节，真是……哎，我都怀疑我是不是穿越了。表哥，如果我们是在南半球或者海南岛的话，是真的有可能穿着短袖过年的。哎，你们3个大老爷们儿可还行，吃完泰餐也不知道刷碗，就是碗都刷完了，说你们呢？你们这德行，看你们到时候嫁不嫁出去？嫁不出去。再嫁。没事，等会儿这不有你们的吗？我们还愁嫁不出去。削水果，削。是，我来。你们看什么呢？我们这不看外边挺奇怪，这也没过年，这又穿短袖又挂灯笼，多奇怪。嗨，这我跟英子都习惯了，每年一到高考前就这样。哎，还记得咱们家小时候，一到这会儿出来玩。哎，去，我来。哎呦，哎呀，我就记得咱小时候，我就觉得我们就好像可以过2次年一样，然后我就特别盼望，特别盼望我什么时候能上高中。上了高中呢，我就可以高考了。哎，对，我也想过。我想赶紧长大，然后呢，可以高考，考个好大学，然后就是个大人。是个大人了之后呢，就可以，可以谈恋爱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可以谈恋爱！我说谈恋爱吗？不，错了，杨司机，有人需要你。我错了。我刚来双雅院的时候，也天天盼着高考，这样我就算过关了。想着自己是个大人，不管考上考不上，再没人能管着我了。但是现在住了1年了，反倒没那么想高考了。你是怕考不上啊？我本来就考不上，还怕什么？是因为在这住1年之后，我才明白一家人在一起是什么感觉。可惜太快了，只有1年，我们家就要散了，所以我不想高考那么快来。你早知道这样，你当时开学的时候蹲1年不就完了吗？哎，一提这我就生气。哎，你记不记得当时蹲半边那儿还有咱俩名呢？当然记得呀，我当时还特担心呢。一想着要面对自己父母2年，我就崩溃。现在如果能蹲1年就好了。你现在也来得及啊！你这高考考砸了，你不就蹲班了？哎，不对，他要是再上1年高3，同学可就不是咱。那，你看，小桃子开始心疼杨司机了。你怎么这么烦呢？哎，行了，吃苹果。谢谢。其实我最舍不得的，还真是你们。我也是，我也舍不得大家。大家等毕业之后都各奔东西了。英子，我问你句真心话啊，你是不是最舍不得离开我？滚！我最舍不得的那可是桃子，我也最舍不得你，小英子。停！别动！别睁眼！别睁眼！我干嘛哟？哎，等等。别干下，太恶心。我不是故意，开玩笑，开个玩笑。那个，磊儿，我问你啊，我不是这意思，我想问你，你是不是最舍不得表哥？其实我最舍不得的是你们。模糊你的。真的，表哥，我最舍不得的就是你们，还有小姨和小姨夫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一考完试，大家就真的分道扬镳了，可能以后一辈子也见不到了，你知道吗，表哥？我们都会陪着你的。这样吧，我们大家呢就像丁一一样，
我们也留下点什么东西了。啊，贝贝，英子，你不行，你不。哎呀，不是，我是说我们留点什么开心的东西在这儿，我们可以等上大学了之后再回来找，或者就一直留在这儿也行啊。这是个好主意啊。但是咱留点什么呢？哎，有了，磊儿，来，你给我上来，给我上来。啊，上来，过来，给我上来。那个，咱们男生啊，就这样。哎，磊儿，你看到底下那个圆筒了吗？咱就往这里尿尿，知道吗？咱留个记号，咱就像孙悟空跟弄在如来佛祖手指头上那个啊。来，你真是，放一放，你快！哎，你别动我裤子！哎，你别动我裤子！快点！哎，下来！快点！哎，我没脱。哎，你这既不文明又不吉利的，有病！我怎么就不吉利了？大哥，这如来佛的手指头，五指山啊，那就是。我真的是服了，我们这马上就要高考了，你是想让我们考不上，然后一辈子都待在这儿啊？你说的有道理，确实是啊。哎，要不然咱们大家一起种棵树吧？都夏天了，现在种树能种活吗？那要不我们搞个漂流瓶之类的？不，大姐，漂流瓶在北京市内陆城市往哪儿漂啊？要不你给我漂一个试试？通惠河啊？通惠河你漂哪儿去啊？通惠河东。有这地儿吗？哎，表哥，我有个主意。别，你别上去，别上去！别学我啊！哦，我没有啊，表哥。你看见我们小区里面那个湖了吗？不，咱不能往湖里撒尿，这污染环境不好呢。哎呀，我没有。你们知不知道巴黎有个塞纳河？还有出国呀？没人给咱报机票，我跟你说。不是，表哥，巴黎有条塞纳河，河上面有一座桥，就有很多人把那个锁在那个桥的栏杆上，最后把钥匙再扔进河。英子，对不起啊，我忘了。最后啊，我们美好的记忆就永远封存在那儿了。磊儿，你可真浪漫呀！哎呀，磊儿，你怎么这么浪漫呀？你可真是非常的浪漫。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啊，咱们上哪找那么多锁去啊？对。朋友们，我跟你们说，桃子简直太厉害了，他跟那个保安大叔一撒娇，就这样啊，保安哥哥，我哪有？然后那个保安大叔整个人就立马酥下来了，然后就给了我们3把锁，还饶了一把死亡芭比粉。那我们这只有2个车锁，而且又旧又丑的，不过咱将就用啊。这还多了一把呢。那要不然我再还回去一把？哎，行了，淤就淤出来一把了，没事。来，磊儿，你的锁。行，那我们就开始许愿吧，许一个最开心、最幸福的愿，可以是为自己，也可以为别人。来吧。好，我先来。我方一凡，此时此刻，我想许的愿望是，但我现在脑子有点纷乱。那个磊儿，你先来。好，那我先来。我希望小姨可以生个妹妹。哎，磊儿，这我也想到了。谁你都学，磊儿，你快上锁吧。下一个我来吧。我呢，我希望下一个住进1单元106的孩子，可以轻松快乐的考上大学。我呢，就希望我的舅舅早日追上李萌老师，然后迎娶小青蛙。哎，其实这也好，这我其实也想过。
哎，不过算了，那个什么，你把那个芭比锁给我。大哥，你不觉得这跟你不是很配吗？死亡芭比粉，还是那绿不拉几的比较适合你啊。这绿的怎么就适合我？我哪儿绿了我？头上啊。我头没毛病。你快给我。哦，来，我来啊。祝愿乔英子同学以后呢不再焦虑，像我一样没心没肺，神经大条。我呢，就希望高考那天，天气不冷不热，天蓝如洗，没有雾霾。希望所有的考生都可以平静地去面对，不论将来如何。你看看，学霸就是不一样，乔英子说的话贼有深度，贼有高度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让我们来默念1分钟，开始。到了是吧？啊，进来了哈。你到哪儿了？这儿还小金。方哥，又见了。东西放别那么沉。呵，一段时间没见，你这肚子可见长了。是啊。我说了我去找你去，你这还自己跑过来挺个大肚子。我不是想见见我姐吗？哎呀，我当时真的是鬼迷了心窍，信了 Jenny， 又上了 Raymond 的当。他当时跟我说。他一定会对我负责，又是给我升职，给我加薪，结果他把我给开了。行，小金，这事儿呢都已经过去了，就不说了，好吧？我呢，这段时间跟你保持联系，就是为了呢解决这事儿。我今天找你来就想问你一句话：你是不是确定想让这小子吃不了兜着走？对，我恨死他了。他虽然是我肚子里宝宝的爸爸，但他跟我说，他永远都不会承认这个孩子。方哥，我跟你说。他就是个吃软饭，渣男。他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他老婆家的，公司的董事长是他老丈人，这个骗子，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。这段时间我也没闲着，情况呢我都了解清楚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小金，渣男必须付出代价。怎么着？晚上睡完了拍屁股走人，不负责，没那么便宜的事儿。这样啊，这个事儿呢，我呢也想好了，我就是要为民除害。今天找你主要跟你再确认一下啊。第一，这肯定是他的孩子，没错吧？当然了。第二，你确定了要报复他，是不是？对。好，咱们让他吃不了兜着走，而且呢，能给你多少要点补偿回来，行不行？啊，这样啊，我呢到时候告诉你一地儿，你就去，去了之后你什么也别做，你只要去就行了，明白吗？你不是说过来有什么重要的事跟我商量？我只要看一眼你啊，我再确认一下，好吧？啊，你到时候就等我通知，行不行？哎，先这样啊。哎呦，我姐不是怀2胎了吗？给她带点榴莲，她爱吃这个。她现在害口，然后对这种味儿大的东西她不喜欢了，跟原来不一样。你拿回去吧，啊。那行，那你替我带她大号，回头我在微信联系她。行，好吧，啊，等这事儿过去以后，好吧，啊。那方哥再见啊。好嘞，那就这样。哎，小金，哎，你还是给我吧，那这怪沉的，别提溜，我吃，好吧？好，行，方哥，我走了。走吧，好，拜拜。行，等我微信啊。哎，好，慢点啊。行，慢点啊。哎，圆圆，以后干嘛呢？啊，没事。哎，季市长亲自浇花，我这给童文杰买俩榴莲，突然给我发微信说他害口不想吃了，觉得这味儿大，我这正想怎么处理呢？你这东西退也退不掉。是啊，水果也不能退。哎，就是。哎，那什么，哎，老季，哎，要不这你跟刘静你俩给消灭了就完了。哎呀，不用，真不用。你别客气了，你怎么当了市长了，这发小榴莲都不能吃了？嗨，你看你这榴莲。
啥事不求你，跟以前不一样啊！来，行，谢谢了啊！别客气，来，你们给消灭了啊！好嘞，那我走了啊！哎，你过2天走是吧？对，6月3号报道。好嘞，这么着啊，拜拜。乔东，我让你给我约那人，约着没有？啊，赶紧通知我啊！怎么睡床上呢？我应该睡地上。英子，宋倩，宋倩，乔东，我让你给我约那人，约着没有？啊，赶紧通知我啊！我昨天晚上喝大了，那个你放心吧啊，我早就给你约好了，一会儿我把那个时间和地点发给你。哎，方圆，你别忘了啊，咱俩不认识。你放心吧啊，谁认识你谁是孙子，这事儿就这样，好吧？好好演，听见没有？地址我已经收着了，干巴得加油。你大早上的啊，当谁的孙子呢？还能当谁的孙子？我爷爷呗。哎呀，我太能睡了啊，9点多了。哎呀，可困死我了。这就是孕妇的特权，你知道吗？最幸福的时光，想睡就睡。你要是没睡够，还可以回去再睡会儿。啊，想吃就吃。什么英宝啊？家里没有汉堡，我吃方便面呢。哟呵，大早上就吃饺子，还是绿色的哈。嘿，儿童水饺。儿童水饺，给方一凡和蕾蕾吃的，他俩都18岁了，这是给宝宝吃的吧？你现在就是我的宝宝嘛。不是，大早上我没有胃口吃水饺，留着将来给小方圆吃。现在大文杰不吃，这个小方圆呢就长不大，小方圆长不大，将来也没胃口，知道吗？这饺子特有营养。你看啊，你喜欢吃那三文鱼馅的，绿皮儿都是那蔬菜汁和的，特别有营养啊。而且煮出我就觉得特别像方一凡喜欢那个吉利福啊，一个个绿绿。而且咱们家现在5个人，4个都是国宝，必须把营养得跟上，好吧？吃饱才有劲儿啊。俩孩子呢？早走了，上学校去了，说是什么帮着布置什么毕业典礼的事儿吧。毕业典礼不是6月3号吗？现在就去准备啊？学校说今年好像是全部从布置到设计都是学生自己完成，孩子比较上心，说开什么设计会去了。
这学校可真行啊！还有1个多星期才考试，现在就开始大撒把了。放心吧啊！是，得跟他们提提，还什么都不管，让孩子去弄这些。你这操的谁的心啊？啊，这都是校长该操的心。人家春风中学都建校40周年了，是不是？人还不知道怎么高考吗？这就给学生进行心理训练呢，别让学生一天到晚老想着高考的事儿，临阵磨枪哪行啊？临阵磨枪就心里拿着贼呢，心里拿着贼肯定考不好，真的。你就放松点啊，好好的享受一下这个美味的早餐，让孩子们自由飞翔吧。哎，对了，下午咱俩也出去逛逛去。干嘛呀？2人世界，逛逛街，玩一玩，是吧？咱也放松一下这个高考之前的心态。行啊，正好我要买个服装。地址我收着了。买什么服装？高考用的，很重要。你给我倒杯水来吧。哦，好嘞。这小饺子好吃吧？还行，没那么